后来乡亲啊，已经来进入到农历的7月咯。家己的城隍庙总是开香普渡，有来拜2尾乌昂床，1尾重量拢200多公斤。另外，佫有用鳙鱼来做的香肠，有18米长，为的就是准备各种真霸气、真有创意的制品，要请好兄弟啊食一顿青草。鱼头、鱼尾剁剁咧，刷落来，甲骨头杵起来，红色佮幼咪咪的鱼肉，切做乌昂层的沙西米，破鱼的师傅现场来做表演，就是要请好兄弟食一顿青草的。社员老板共襄盛举，来买两只黑尾鱼。大约一尾大概15万左右，2尾将近30万。200多公斤的乌昂床，一概2尾放去伫竞品岛，其他的生理嘛输人唔输阵。参像这只18公尺的龙，用鳙鱼来创作，头阁会当叮当，袂输是真正活跳跳。另外嘛有制作一个专门来普渡囡仔，或者是红鞋仔的祭典游戏平台，甚至阁会当看到传统的捏面红仔，参像城隍庙的城隍爷、护卫，拢捏甲真传神。今年我们以这个龙凤为主题啊，还有我们重达200多公斤的我们的黑尾鱼等等的吼，其实就是要祈求咱家己市更加平安、更加顺遂。旧历7月，家己城隍庙照古礼进行开香普渡，除了有传统的竞品，嘛有结合在地特色的创意竞品，那是真野目，嘛真新色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